喂，你最近去深圳，有冇發現身邊全部都係講廣東話嘅自己人？依家每逢星期六日或者公眾假期，羅湖、福田、深圳灣口岸真係人山人海，直情好似返工塞車咁誇張。不過今次大家唔係去行商場食探魚，亦都唔係去飲喜茶，而係有一股全新嘅熱潮，直情可以話係攻陷深圳。呢個熱潮就係北上買餸。你冇聽錯，真係買餸。以前通常係內地人落嚟香港買奶粉、買藥油，估唔到到今時今日，竟然風水輪流轉。大批港人推住買餸車，拉住行李篋，浩浩蕩蕩咁衝上深圳嘅街市、超市同批發市場，大袋小袋咁將啲新鮮蔬菜、生肉、海鮮，甚至係熟食、燒味、山長水遠咁運返香港。呢種反向消費嘅現象，簡直係前所未見，甚至已經徹底改變咗深港兩地嘅民生格局。但係喺呢邊廂港人買得好興奮嘅同時，另一邊廂香港本地嘅街市執笠潮就越演越烈，本地街市嘅生意大受打擊，直情可以用慘淡兩個字嚟形容。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深度剖析下，究竟呢股北上買餸潮係點樣興起嘅？深圳邊啲地方成為咗港人嘅掃貨天堂？而呢種深港兩地融合一體化嘅趨勢，又會對香港嘅經濟同我哋嘅日常生活帶嚟啲咩深遠嘅影響？講起呢個買餸潮，真係要由通關之後開始講起。大家都知，前幾年因為疫情，大家焗住喺香港消費。當2023年初全面通關之後，壓抑咗好耐嘅消費力一下子爆發出嚟。起初，大家上去深圳都係抱住玩下、食下嘅心態，去萬象城、一方城行下，食下海底撈、太二酸菜魚，去飲杯奈雪的茶。但係去得頻密咗之後，精明嘅香港人就開始發現，咦，原來深圳唔單止食飯平，連日常生鮮食品、日用品都平到有啲唔合理。特別係近呢一兩年，即係到咗2024年、2025年，再到依家2026年。呢個趨勢不單止冇減退，反而越演越烈。主要原因大家心照啦，第一實係因為性價比3個字。依家港幣對人民幣嘅匯率一直維持喺一個相對唔錯嘅水平，港幣購買力強咗，再加上深圳嘅物價本身就比香港低一截。喺香港買一斤菜，分分鐘要成20幾30蚊港幣，但係喺深圳嘅普通街市，可能2、3蚊人民幣就有交易，仲要係好新鮮，啱啱摘落嚟咁款。除咗普通街市，深圳近年開得好包羅萬象嘅大型倉儲式超市，好似山姆會員商店、Costco， 仲有盒馬先生，更加係將呢股買餸潮推向巔峰。呢啲地方賣嘅嘢，全部都係大包裝、批發價，但係品質又有保證。好多香港阿媽、師奶一入到山姆，就好似失控咁，見到幾十蚊有一大隻嘅美式烤雞，10幾蚊有一大盒嘅牛角包，幾十蚊有一大袋嘅優質牛肉，全部買。佢哋唔係就咁用手攞，而係一早有備而來，帶埋個大號行李篋，好似去旅行咁，將啲嘢食一件一件菜爆個篋。如果你喺深圳北站或者福田口岸行過，你會見到10個香港人入面，有7個都係拉住個篋。而個篋入面裝嘅唔係衫褲鞋襪，全部都係雞鴨魚肉同麵包。我之前喺福田口岸訪問過一位住喺天水圍嘅陳太。陳太今年56歲，佢同我講，佢依家每個星期固定會上深圳一次。佢通常朝早9點幾喺落馬洲過關，直奔皇崗或者福田嘅農貿市場，買完1星期份量嘅蔬菜同豬肉，然後晏晝再去盒馬先生買啲海鮮同熟食。最後下晝4、5點拉住個滿載而歸嘅行李篋返香港。我問陳太：你咁樣山長水遠唔累咩？陳太笑得好開心咁話：攰就實攰㗎啦。但係你計下條數，喺香港街市買呢堆嘢，起碼要成700、800蚊港幣，喺深圳買，計埋來回車費300蚊人民幣搞掂。即係話，我上一次深圳1星期就慳返400、500蚊。1個月就慳到接近2000蚊。我今年56歲啦，仔女雖然有俾家用，
但依家香港經濟又唔係話咁好，錢梗係能慳就慳啦。況且依家交通咁方便，用長者八達通又有優惠，當係行下街、散下步，順便買埋餸，不知幾划算。好似陳太呢種心態嘅港人，絕對唔係少數。由20-30歲嘅年輕班族到50-60歲嘅家庭主婦，甚至係70幾歲嘅老人家，都加入咗呢個北上買餸大軍。佢哋嘅目標非常明確，就係要用最平嘅價錢買到最好嘅嘢。但係當香港人喺深圳買得不亦樂乎嘅時候，香港本地嘅街市同商戶就真係流晒眼淚。以前星期六日，香港各區嘅街市，好似大埔墟街市、旺角街市、北角街市，全部都擠得水泄不通，主婦們買餸要左擠右擠。但係依家呢？你試下星期六日下晝去呢啲街市行下，冷清到令人心寒。好多菜檔、肉檔嘅老闆坐喺度拍蒼蠅，以前啲貨去得好快，下晝4-5點就賣得七七八八，依家去到夜晚7點，啲菜仲堆到山咁高，唯有焗住蝕本減價清貨。喺元朗做咗30幾年菜檔生意嘅佳叔，今年已經62歲。佳叔同我大吐苦水，佢話我喺呢度做咗30幾年。經歷過沙士，經歷過金融風暴，都未試過好似依家咁慘。元朗因為近深圳，受影響得最犀利。以前啲街坊放假都會嚟我度買菜，依家個個都話上深圳 B1 巴士線直達深圳灣，或者坐輕鐵去落馬洲。我啲生意起碼跌咗4-5成。依家每日賺埋都唔夠交租，唯有日日縮短營業時間。以前做14個鐘，依家做8個鐘就算，費事蝕埋人工。如果情況持續，我呢個做咗30幾年嘅老字號，真係打算年底就光榮結業，執笠算數。我今年62歲，都係時候退休，唔想再捱得咁辛苦，但係貼錢買難受。街叔嘅困境，其實係全香港街市商戶嘅縮影，不單止係菜檔，連帶豬肉檔、雞檔、海鮮檔。甚至係街市附近嘅雜貨鋪、麵包店，生意都受到全方位嘅打擊。因為當一個家庭決定全個星期嘅主要食材都喺深圳解決嘅時候，佢哋喺香港社區嘅消費自然會直插谷底。有數據顯示，自從全面通關以來，香港零售業同餐飲業嘅表現一直處於低迷狀態。香港人唔係冇錢，而係將啲錢帶晒上去深圳用。這種反向消費熱潮，直接導致香港多個核心區同民生區出現咗執笠潮。行街嘅時候，你會發現周圍都係掛住租約期滿、結業清貨嘅招牌，好多吉鋪幾個月都租唔出。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問：香港人上去買蔬菜肉類，通關尺得咁嚴，點樣帶返嚟啊？生肉唔係違法㗎咩？冇錯。呢個正正係一個好多人都關注嘅法律與衛生問題。根據香港法例，新鮮、冷凍或冷藏的肉類、家禽，如果冇官方發出的衛生證明書，係嚴禁攜帶入境嘅。海關喺各個口岸其實都捉得好嚴，仲有檢疫犬喺度索嚟索去。但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精明嘅香港人同埋深圳嘅商家，好快就諗到應對方法。首先，蔬菜、水果、海鮮，如果係熟嘅或者已經冰鮮加工處理好嘅，只要係自用數量，係可以帶入境嘅。而對於最受限制嘅豬肉、雞肉呢類生肉，深圳嘅街市商戶依家提供埋一條龍服務。你去到深圳嘅肉檔買豬肉，老闆一聽你口音知道你係香港人，就會好主動同你講：靚姐，幫你抽真空，煮熟佢好冇？或者幫你醃好，整成叉燒、燒肉。只要將生肉煮熟或者加工成熱食，佢就唔再屬於生肉嘅限制範圍，可以合法帶回香港。所以依家好多人係想去深圳買已經整好嘅熟食或者半成品，例如大熱嘅窯雞、醬油鴨，或者已經用熟水焯過嘅牛肉、豬肉，帶返到香港，只要放落微波爐叮一叮，或者落鑊炒兩炒，就變成一餐豐盛嘅晚餐。甚至乎深圳有啲街市嘅商戶仲提供埋跨界送貨服務。
佢哋會組織一啲微信群組，香港嘅主婦可以喺群組入面直接落單，買菜、買肉、買海鮮，然後商戶會安排物流，當日將物資經由跨境貨車或者快遞，直接送到去香港各個屋邨嘅交收點。呢種模式令到香港人連口岸都唔使上，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到深圳嘅平價食材。呢種一條龍同埋精細化嘅服務，正正係深圳商家厲害之處。佢哋嘅反應好快，嗅覺好敏銳，只要一見到香港人有呢個需求，成條產業鏈就會喺極短時間內建立起身。相反，香港本地嘅街市喺呢方面就顯得相對被動。香港嘅租金貴，人工高，導致整體物價難以下調。加上部分傳統街市嘅環境、衛生條件同埋服務態度，多年來都冇太大改善。好多網民喺討論區留言，直言話喺香港買餸，有時好似貼錢買難受咁。買斤菜，個檔主面口黑黑，仲要搭大堆爛菜俾你。去買魚，問多兩句都俾人鄙視。但係上去深圳，人哋當你係上帝，又幫你洗乾淨，又切好，又抽真空，服務態度好到不得了。兩邊物價差1倍，服務仲要好幾倍，你話香港人點會唔變心？呢番話雖然有啲偏激，但亦都講出咗一部分殘酷嘅現實。消費者的選擇往往係最誠實嘅，邊度有性價比，邊度有良好嘅體驗，錢就會流向邊度。而呢個現象嘅背後，其實反映緊一個更宏觀、更深層次嘅大趨勢——深港兩地融合一體化。喺10幾20年前，深港兩地嘅界線非常清晰。香港係繁華嘅國際金融中心，物價高、工資高、消費高，而深圳係一個正在發展中嘅城市，主要承接香港嘅製造業轉移。當時係深圳人渴望落嚟香港購物見識，香港人想去深圳消費，往往帶住一種大爺式嘅優越感，因為當時港幣好用，去到邊都係貴賓。但係30年河東，30年河西，隨住大灣區概念嘅推進，特別係交通網絡嘅完善，高鐵、港珠澳大橋多個新口岸嘅啟用，加上深港兩地地鐵、巴士嘅無縫對接，兩地嘅物理距離已經縮短到可以忽略不計。由香港新界北出發去深圳，快過你去中環、銅鑼灣。對於住喺屯門、元朗、天水圍、上水、粉嶺嘅居民嚟講，深圳已經成為咗佢哋日常生活圈嘅一部分。去深圳買餸、食飯、睇戲、洗牙、做按摩，就好似以前過海去對面海行街一樣咁平常。依家深港兩地唔單止係經濟上嘅融合，更加係生活方式、文化、民生上嘅全方位一體化。這種一體化對於普通市民嚟講，短期內確實帶嚟咗生活成本下降嘅好處。特別係喺依家香港經濟面臨轉型、加薪幅度趕唔上通脹嘅情況下，能夠透過北上消費來減輕家庭開支，對好多中產同基層家庭嚟講，係一個重要嘅安全閥。如果冇咗深圳呢個可以提供廉價物資嘅後花園，好多香港家庭嘅生活質素可能會下降得更厲害。但係從長遠同埋宏觀嘅角度嚟看，呢種一體化對香港本土經濟所造成嘅衝擊，亦都係不容忽視嘅。首先，消費力嚴重外流。當香港人放假就將錢消費喺深圳，香港本地嘅零售、飲食、娛樂行業就會持續失血。無數嘅中小企、街市檔口因為頂唔順虧損而陸續結業。當呢啲商戶執笠之後，就會引發一連串嘅連鎖反應。首先係鋪位變吉鋪，導致物業價值下跌，影響地產市場。其次係呢啲商戶聘請嘅本地員工會失業，或者被迫減薪，進而影響香港本地嘅就業市場。當本地人賺不到錢，或者對前景感到憂慮嘅時候，佢哋更加唔敢喺香港本地進行高消費，反而會更依賴北上買平嘢。咁樣就形成咗一個惡性循環。香港本地經濟越差，大家越要去深圳消費，大家越去深圳消費，香港本地經濟就越差。而且，這種融合亦都迫使香港思考自己嘅定位。以前香港引以為傲嘅核心競爭力，好似服務質素、商品多元化、效率等等，
依家喺深圳強大嘅競爭面前，似乎開始失去優勢。深圳不單止物價平，佢哋喺數字支付、智慧物流、商場規劃、客戶服務等方面嘅發展，速度快到令人驚訝。面對咁樣嘅大環境，香港本土嘅商戶同政府到底應該點樣應對？有人提出，香港街市同商場必須要轉型，唔可以再單靠賣傳統嘅嘢，或者用以前嗰套高高在上、一成不變嘅模式去營運。香港必須要提升體驗感同獨特性。例如，依家有啲香港街市進行咗翻新，引進咗冷氣，優化咗環境，甚至加入咗即買即煮嘅海鮮加工服務，嘗試用更高級、更衛生嘅環境去吸引注重品質嘅中產顧客。同時，亦有人認為香港應該善用自己國際城市嘅優勢，多引進一些內地買唔到嘅國際優質品牌、進口食材，做出差異化。你深圳賣內地生鮮食品平，咁香港就主打歐洲、日本、澳洲嘅頂級進口貨。不過講就容易，做就真係好困難，因為租金同人工呢兩座大山，一日唔解決，香港嘅經營成本就一日都減唔落嚟。在可以預見嘅未來，呢股北上買餸潮同埋深港一體化嘅趨勢依然會持續落去，甚至會演變成更深入嘅生活模式。可能到左右一日，我哋已經不再分邊度係香港，邊度係深圳，兩邊嘅市民已經習慣咗每日自由穿梭。深圳成為了大灣區嘅一個巨大嘅生活民生配套中心，而香港則需要尋找自己新嘅經濟增長點。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嚟講，生活始終係現實嘅。每日開門7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邊度好，邊度平，大家對腳自然就會走向邊度。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多關於港人攻陷深圳、北上買餸潮嘅深度剖析。你依家又係咪其中一個每個星期拉住個行李篋上去深圳大掃貨嘅人呢？你覺得長遠落去，香港本地嘅街市會唔會真係有一日全部被淘汰？而呢種深港一體化，對你嘅生活又帶嚟咗啲咩最大嘅改變？